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天气足热的，我要啉水，补充水分。足凉的。乐乐知影运动煞爱补充水分，非常赞哦。那呢，乐乐，你敢知影你啉的水，甲咱平常时使用的水是对倒位来的？这么简单，我当然知影啊！拍开水道头就有水咯。拍开水道头，水敢就会家己来？对啊，我带你去看。奇怪，哪会无水啊？这大声！停水广告，今仔日停水，哪会停水？安尼我就无水通用啊呢。乐乐，水其实是真珍贵的哦。像最近雨落较少，水库无水，也是风台过了后，水里的沙真济，拢会互咱无水通用哦。那安尼，咱平常时用的水，拢是安怎来的咧？乐乐，水道水是经过种种关卡，才会当互咱使用的哦。我知影有一个所在会当认捌自来水，我带你去看卖。乐乐，这就是自来水瀑布馆。哇，足水的城堡，水道水敢住伫遮水的所在？Hello， 行，咱去看卖，瀑布馆内底有啥？好。这是啥？敢是鱼肚啊？奇怪，鱼肚啊内底无饲鱼，是安怎放塑胶罐啊？一道水载偌济？一道水是啥物意思？度是咱用来计算水有偌济的单位哦。一度是1000公升，会当抵满这一个箱仔，嘛会当抵满1666罐。咱定定看到的矿泉水罐哦。哇，1666罐，迄会使啉足久。乐乐，你敢知影？台湾大家人大家大约会用280公升的水，所以这个水箱会当互一个人用3到4天哦。伫台湾，一道水唔免10块，就会当买到哦，比超商卖的矿泉水搁较俗呢。那安尼，我以后出门拢爱家己榨水，就会当省足侪钱啊！乐乐，你想看卖？一道水会当放满几个250公升的洗浴槽咧？1，一个洗浴槽；2，4个洗浴槽；3， 40个洗浴槽。答案是2，4个洗浴槽。一道水会当互咱洗4摆身躯，唔那安尼哦。去便所的时阵，冲一摆马桶会用掉10罐600ml的塑胶罐仔水哦。冲一摆马桶竟然爱用遮侪水？是啊，所以千万唔通无彩水，若无水通用，安尼就害呀。好，不过咱用的水道水到底是安怎来的？好佳哉有 William Burton 先生。哈哈哈哈！无毋对，这拢是我的功劳。啥物？是啥人在讲话？是我是 William Burton。Burton 先生你好。乐乐你好，我替台湾引进现代水道水系统，大家嘛叫我台湾水道水之父。我是英国人，专门研究水哦。台湾和日本统治的时阵，我受日本人的邀请来台湾调查水源头。拄来台湾的时，我发现这的人卫生环境无啥好，
人的饮用水，直接对溪水也是湖水。但是溪水甲湖水，若是无经过处理，内底就会有真侪细菌甲病毒，饮了还会予人破病。为了改善人的健康，我甲我的日本徒弟蛤蟆诺亚西罗做伙对北到南，甚至去平湖进行水源头的调查。但是我伫调查的过程当中，得到寒热无偌久就过身啊。我的好徒弟蛤蟆诺亚西罗，伫我过身以后，继续完成阮的调查，搁伫迄当时的台北城建立台湾头一座现代水道水的系统，互迄当时住伫台北城的人有清气的水通用。哇，Burton 先生，你甲你的徒弟足厉害的，多谢恁，互阮会当有清气的水通用。安尼，咱即马所踮的自来水博物馆，甲水道水阁有啥物关系咧？这栋厝内是住一寡处理水道水的大工程哦。行，我带你去看卖。哇，一台足大机器，这是啥？这叫做水抽。乐乐，你头前这台水抽是规个博物馆内底年岁上老的一台，伊已经入要100岁了。水抽，这是要创啥的？小朋友，要看卖，这台老机器是创啥的咧？一，把水煮好滚，消灭细菌；二，把水送去无同所在，让水变清气；三，水内底注空气，让鱼喘气。答案是二，把水送去无同所在，让水变清气。水抽的工课是抽水甲送水，伊会负责把还未处理过的溪水抽入来。水经过水抽室，搁加压送去无同所在处理，让水豆豆变清气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Burton 先生，这9台水抽的工课，敢拢同款？哈哈，无同款哦。正平这区是负责还未处理过的水，净化以后已经变清气的水，就会利用倒平这区的机器送去山顶的水池捡起来。安尼，咱需要用水的时阵，就有清气的水通用啊。原来是安尼。Burton 先生，那安尼伊是安怎让水变清气的咧？要甲水变好清气，是要经过真侪步的哦。乐乐，你敢知影大自然当中什么所在有水？我知，天顶会落雨，阁有海边有海水。但是海水咸咸，袂当啉。阁有河边有溪水。乐乐，真赞哦！海水因为咸咸，袂当直接啉，需要经过较侪处理。所以，阮平常时会先对溪水来收集水，但是溪水内底有烂土、甲石头等等的杂质，所以阮叫伊原水。水抽的工课就是负责把原水运送到山坡边的净水场。净水场敢是让水变清气的所在？无毋对，到净水场了后，头一件代志是让水停落来休困。经过1天到1半左右的停歇，溪水内底较重的垃圾米会沉伫净水场池底，这步叫做沉底。另外，顶层较清气的水会流去过滤池，完成过滤了后，水就会更较清气。你看，还未处理的原水，加处理过的清水，看起来色水是不是差真多？原水是咖啡色的，清水是透明的，无色水。Burton 先生，那安尼清水敢就会使直接用？也袂哦。虽然看起来真清气，不过水内底可能有目睭看袂到的细菌甲病毒，所以佫要经过水质检验。
专家会来检查水敢有合格。通过检查的水，才是咱通使用的水。原来是安尼，有清气的水道水煮好滚，都唔惊落屎破病啊！多谢伯腾先生教我遮尔多水道水的知识。免客气，天气真热，日头真猛，小朋友爱会记得加啉水，补充水分哦。若有闲，嘛欢迎恁来自来水博物馆佚佗。原来原水爱变做清水，会经过沉底、过滤，阁有足侪关，最后才去山顶捡起来。想要互水变清气，真无简单。小朋友，你敢分得出来，倒一边是无处理的原水，倒一边是净水了后的清水？答案是，倒边是原水，正边是清水。对啊，我阁知影，度是用来计算水有偌济的单位，一度是1000公升。当底满1666罐矿泉水罐啊，而且用10块就会使买到1道水哦。乐乐，阿姊甲你讲，想要省水，一定要熟悉一张真酷的大纸，会叫做省水标章。看到这个大纸，代表这个物件较省水哦。乐乐，咱做伙来找看卖，倒位可能有大省水大纸咧？互我来找看卖，厝里有啥物省水的物件？好，找到啊！洗身躯用的莲花头，用省水莲花头会当省水。这嘛有，伫洗衫机顶头，所以这是省水洗衫机咯。无唔对，马桶顶面嘛有呢。这马桶有2个开关册啦。这是2大式冲水马桶，要大便的时阵需要较侪水。所以是这个水量较大的这边，若是小便，是冲水量较细的这。安尼分开使用，都袂一解无采伤侪水啦。原来是安尼，阿姊你看，我是省水乐乐，省水乐乐，你敢阁有想到啥物省水撇步？当然有咯，看我的，对今日开始。我无要用洗浴槽洗身躯、改淡身躯，阿母洗青菜甲洗米的水，我会当收集起来，再搁摕去压花。洗手乳杀蚊的时阵，我会先甲水道头的水关起来，安尼都袂互水白白流去。有，小朋友，水资源真珍贵，千万唔通偷济。恁敢有啥物省水的撇步？欢迎写批到乐乐批箱，也是老话甲阮分享哦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型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型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搁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搁较侪资讯，嘛莫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哈哈哈哈哈哈。